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0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7月13小可解封，即马台南、屏东甲南投、彰化拢决定无要开放店内食食，民众共款爱包顿去食。未少民众等袂赴解封，走出门佚佗。新北部分地区也一人定仪表板也到干嘛是订号，建议民众莫阁去啊。疫情阁反考，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决定延到3级警戒结束才要举办。新迪斯马库斯也要封到7月2日。3级警戒延长到7月2日，7月13开始，一寡场所也会当带条件来开放。餐厅若做好防疫，嘛会当开放伫店内食物件。6都内面本地干那台南要开放店内食食，煞引起当地民众疑虑。经过一天的讨论，台南、屏东甲南投、彰化拢决定无要开放店内食食。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地方政府会当看疫情的状况甲民众意见，家己做决定。陈时中他每天在讲，还有市长每天在讲说，现在就是不可以不戴口罩了啊。面对此地，民众便讲是暂时甲喙罨摕落来食物件尔，希望警察莫开单。目前3级警戒期间，户外禁止哪行哪食。高雄某一间大卖场外口，所发现清在有民众违规甲喙罨摕落来食物件，警方连续几个工执法，已经抓到11件，都是希望民众防疫唔通放零。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当然，在我们取缔上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状，我们还是会依照目前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现场采证的过程去认定。3级警戒延长，部分的场所7月13开始未开放。虽然指挥中心宣布伫遵守防疫规则的情形之下，开放会当伫内底食，不过高雄也是依期无要开放。部分县市首长嘛有家己的考虑，大部分是无要开放。因那台南市希望兼顾民生经济甲防疫，伫有条件的情形下开放。不过烦恼的人也是侪过支持的人。当然哦，有飞沫会惊传染，所以也是讲尽量外带较方便啊。我尽量放到内底内容，较安全啦。因为你一场遮大场，遮侪人去做吼，你放来有订单。该做实名制，然后该消毒的，其实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步骤了啦。那稍微解封，然后提供内用给客人，我是觉得很需要啦。反弹的声音袂少，因为6都除了台南市，还有彰化、南投、花莲、台东甲屏东，依期有条件开放伫内底食。不过经过一天的讨论了后，各县市也是决定禁止伫内底食，干来当请人客包顿去。业者他们也觉得不急着开放，那民众也觉得不开放会消费得更安心。那我们就从善如流。屏东县餐饮业同样禁止内用，一律外带，请餐饮业的朋友再忍一下，真歹势，请社会大众多一点体谅。指挥中心表示，有关有条件伫餐厅内底食的规范，各地方政府会当根据疫情需求，也有当地情形来决定。若是感觉需要甲规定搁较严，指挥中心嘛无意见。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宣布，后礼拜2开始会当小可放零防疫限制，不过所有未少民众实在等袂赴，休困日仔就家己出门行打。新北市政府的人定仪表板，伫今仔日晚到的时阵，就到干嘛式订号，建议民众莫阁去。市府也派人去到位，确认店家是毋是拢有落实人流管制。新北市万里古康鱼市啊外口，民众依照指示排队伫等，为了控管人流，进入人数以30人为上限，超过伫外口等。大头伫入口所在设酒精来消毒，也佫有爱量体温。拜六中昼，新北市人流的仪表板显示，古康鱼市啊人流已经达到干嘛式顶级，建议民众莫阁去啊。市府也派员来稽查。怕民众来了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在人潮仪表板这边，我们有就是如果针对人潮比较多的时候，会在上面反映，然后建议游客不要再过来。那如果人潮多的话，我们就会有30人流的那个控管。像今天这样子算人多？今天算不多。另外，伫嘉义梅山乡的太平村也出现未少人出行行，实际观察大部分拢有遵守防疫规则，专程拢有挂喙罨。游客也坦白讲，真正关伤久啊，非常希望会使来解封。已经关足久啊，出来透透气。政府紧解封，互大家紧来欣赏阮大白好空气、好风景。另外，前2礼拜出现真侪人爱伫外潭，这礼拜人是减少啊。
烦恼旅客家己解封，另外谈宽潭步道也加强封锁管制，派专人来顾来监控，避免游客违规走入来。附近餐厅业者是开始准备要迎接未解封，不过坦白讲，也是烦恼会有风险。我们是不打算开放的，因为你这个疫情我嘛足惊入来，万一有一个确诊的来到阮遮，我就嘛真麻烦。另外，谈饭店的业者陆续接到订房的电话，业者讲7月13了后，订房的业者比进前大约增加2成。对未解封了后，大家拢想要出来旅游的情形真小心，初期先袂接伤侪人客，一切以防疫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今仔日增加3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2例带病入境，甲31例本土病例。另外，阁有6个人染病死亡，有2个是30多岁少年人。因为后礼拜日幼儿园要是无要开放，互真侪家长拢食不满。指挥官陈时中解说讲，5月这波疫情以来，囡仔染病比例有较悬，而且囡仔要防疫是更加困难，所以才会无开放幼儿园。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继续平稳，拜6、初10新增加31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甲新北市13例上多，搁再来是桃园市4例，基隆市1例。比较好是居隔里面阳性的是有19例所以这原来旧案呢新案大概12例。另外也新增加6例死亡的个案，拢有慢性的病史，其中有2例年岁较轻。案例14086是30多岁男性，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病史，长期西药剂，住院时阵已经有肺炎，后来肺炎恶化，不幸过身。另外一个是案例14406，也是30多岁男性，本身有慢性C型肝炎，住院时阵情绪无稳定，虽然一直甲伊辅导咨商，治疗员不幸在病房内底家己自杀死亡。在这段期间，事实上医院已经进行过一些多次的这种心理辅导，来希望可以针对他情绪的部分能够予以这个妥善的照顾不过他后来还是不幸在病逝当中利用就是在病逝当中有自杀的情形出现由下礼拜23开始，部分的行业会使未解封，不过幼儿园永远无开放，引发不少家长会怨叹。对此，陈时中表示，今年5月23到29，0岁到6岁幼儿为着情形达到高峰，有84人确诊。7月初4到初10，依然有8个人。虽然教育部有发公文，讲私立幼儿园停止上课，不过若是家长无法度照顾，伊会使安排人员到幼儿园照顾幼儿甲食饭，医护人员的思路会使优先来安排。在幼儿园，事实上防疫是不易的，那引发群聚，那会让这个事情比较不好控制了，但是好的现象是，现在人数，幼儿的染疫的人数在减少中。另外，民间团体采买疫苗，但市长也证实已经把必要法律文件交予注册基金会，用进行采买。而国内新冠疫苗一天的注射人次，搁再创下新冠的纪录。初到拜五有22万1000人次去注射，疫苗覆盖率大约是13.9%。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甲台北市府针对北龙甲环南市场的群聚感染案成立联合前进指挥所。经过1个礼拜，指挥官陈时中宣布讲，疫情已经控制掉啊，指挥所也要撤离。另外，国文帝今仔日是个批评中央，无限地方讨论，就公布要小可放零防疫限制，实在是不负责任。台北市长郭文哲初10视察市场反来做疫苗的情形，为了掌控北龙甲环南群聚的案件，中央甲台北市府7月初2成立联合前进指挥所，做大规模的采检。初8、初9做第2届的体检，北龙第1市场的热区，甲2249个人做体检，有1个 PCR 是阳性，也若3个市场附近的反来甲社区的体检全部拢是阴性，显示疫情有压落来。指挥官陈时中宣布改组编制前进指挥所，不过台北市所传出万丰病院封院的消息，立院副总院长邱大成是赶紧出来驳回，伊讲人员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并无封院。万芳医院并没有封院，包括这位病人呢，其实是有肺炎入院，那发现阳性，那同时呢就积极的对全病房的所有，包括这个病人以及工作人员做了筛检。据了解，共有110位接受筛检。很不幸的是，包括病人以及2位的这个包含外佣及家属是确诊。指挥中心公布有条件放零会当伫餐厅内底食物件，不过6都的首长全部拢袂得咧办理，连上北的生活圈、电影院敢要开放嘛无同步。郭文哲是搁一个提出质疑。现在就是中央只要发布个命令，那后面他都不管了，然后再就是各个县市自己去决定。
问我的话的，我觉得这个相当不负责任。台北市府嘛按算要开放公立幼儿园，副市长黄珊珊强调讲，已经开始甲公立幼儿园的老师做疫苗，伫考虑家长甲工作人员卡手的情形之下，按算7月19开放。工作人员都打了疫苗之后，我们就考虑开始解封。那预计是7月19号开始。那我们希望疫苗在如果没有发生作用之前呢，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必须拿到 PCR 阴性的证明。若那私立幼儿园敢会比较公立幼儿园来开放，黄珊珊强调讲，会看做疫苗的情形，才豆豆来解读封锁。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仔日增加13例，其中有1个人住伫新庄，伫台北坐运上班期间着病，佮为互厝内的6个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搁一摆强调讲，新北佮台北着要做伙对抗疫情。另外，今仔日有部分风景区出现真侪游客，侯友宜表示，后礼拜2小可放令防疫限制了后，户外风景区若无落实防疫规定，嘛是会搁再封锁。早起未防信机百货公司进行环境的消毒，因为电子用品的专柜有员工确诊，即站留爱停业3天。这个确诊的员工住伫新北三甲，车站新北市新增加13例确诊，11例甲台北市有关系，也包含1例甲北农有关系。更加有1例住伫新庄，伫台北的工作场所画着了后，等于4月才去画户6个厝内底人，总计7例确诊。指挥中心证实，这个新增的确诊者伫北捷做清洁人员，并将死在南京三明站7电扶梯，其中感染源不明。真正在新北市来源有关的大概是2个人。台北市跟我们新北市一定要采取区域联防，才能够有效的控制感染源。中央宣布未解封，户外景点会慢慢来开放。不过市长侯友宜指出，车站包含古康、贡寮、碧潭这景区人真多，伊讲未解封了后，万一若是无达到防疫的规定，无排除搁再封。微解封以后，可能有一些关闭的景区会随时来提醒大家，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是关闭，不能开放。侯友宜以南韩、荷兰为例，强调这国家未解封，也是解封了后确诊大大增加，疫情急速来清悬，只好重新加强管制，要好好来小心应对。得到指挥中心宣布开放室内用餐这个解禁的做法，地方政府拢无啥跟进。新北市呼吁中央应该好好思考承担这件代志。我们很担心部长丧失了公信力，因为你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当你丧失了公信力，我们未来所有防疫的指令会令出不行。不仅民众不买单，各都的县市政府几乎都不跟进。您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大家觉得中央的这一个指令是要甩锅地方，不敢负责。对着社区的检查，新北市已经检查将近178000人，这阵阳性率是0.7%，初到各检查出2个阳性的个案。呼吁市民继续配合检查，来找出稳状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部疫情，桃园今仔日是增加4例，因为有确诊者捌去过大江国际购物中心，今仔日下晡是赶紧消毒。那台中今仔日是无增加8例，不过昨半暝卫生局有接到2例 PCR 阳性的确诊通报。市府除了先公布确诊者的活动行踪，也开放民众去台中病院做快筛。台中市宣布连续8天本土的确诊，不过下晡的疫情记者会煞无欢喜的感觉，因为初到暗时甲初十半暝，卫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有2例 PCR 阳性确诊，是暗号15340甲15341。虽然还未列入去指挥中心初十公布的个案，市府先公布疫调的行踪，包括江南大批发、台中三民店、中友百货公司、小米之家台中店、万坡岛市红茶民权店，拢有做紧急消毒，而且随开放台中的病院，提供民众做快筛。今天下午部立台中医院2点到6点，我们就是不上线的，看到或者想到自己有可能有主机轨迹重叠而需要做快筛的话，都可以来部立台中医院做这个快筛。那明天呢，我们也增加，除了部立台中医院，还有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我们也开放快筛站。另外，初到暗时，台中有1个89岁的老阿伯，伫注莫德纳疫苗了后死亡，这嘛是大规模注莫德纳疫苗以来台中头1个死亡的个案。因为这个个案有慢性病的病史，卫生局初步排除是甲疫苗有关系。7月3号是打莫德纳，但是7月9号傍晚家人突然就发现他就无意识了哈。
然后就紧急送医抢救无效。那初步的诊断认为他的死因跟长期多重疾病是有关系的，那跟疫苗基本上应该比较没有相关。桃园市车站新增加4例本土的病例，有花都员工的亲人，也有国军桃园总病院新增加的个案。目前3例已经完成疫调，还有1例当地调查。按15298，那他是华厨的这个第2例，按15269的家人，按15312是国军桃园总医院的这个病人，按15313。好，这个是他原来是陪病的家人，那因为家人在台北某医院采检确诊，那他在该医院不同的病房进行隔离，那隔离后，那么也发现症状。因为个案的行踪捌去过大港国际购物中心，下晡4点，购物中心已经关起来做大消毒，按算11会正常营业。也若其他确诊者的行踪，嘛做伙公布。提醒行踪有定台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小琉球荷人合作还规划乐园，在疫情期间，观光业者为着防疫停收游客，和当地生态有真好的环境通生态。根据海保署的记录，7月初9迄天，小琉球出现805只海龟，这也是目前上侪记录。大细只海龟伫海里咧游，这是小琉球真有名的地标花岗岩附近。空翕的镜头，阁看对海平去，清清的水底有袂少的海龟。海保署公布7月初9，记录到小琉球海龟的数量有到805只，创下这年来新纪录。以前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那这样800多只的数量是以前观察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一个数量的情况。受到6月2日中油大壩抢外海，有关油外泄的影响，小琉球沿海受到污染，更较互人烦恼会影响到海龟生存的环境。海保署针对污染较严重的花岗岩、到龙虾洞迄块地啊，也阁有意向是上侪海龟去遐找食的所在来做监测。6月底进前每一天的数量差不多是102只到254只，也若7月初4嘛有记录到273只，挖近去年同期间的数量。中油漏油事件，大家投入除污除油，听到这个讯息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在疫情的期间，当地观光业者自主性封岛，互环境减少人为的破坏，生态嘛当恢复。不过，因为原油污染的案件受到影响，即嘛记录到海龟的数量有增加。海保署嘛持续观察其他的生态敢有受到牵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后礼拜2起要小可解封。台东县政府经过讨论，决定本地7月、8月要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要等到疫情警戒降到2级了后，才会来举办。初9是台东县议会定期大会上尾一天，议员拢真关心后礼拜未解封了后，热气球嘉年华会敢会办？要安怎举办？才会当避免在地人烦恼讲，外县市的游客可能会带来疫情的风险。要求县议会决议，县府敢若会当伫疫情警戒降到第2级才会当举办。县府嘛答应讲会严格来把关。目前的状态是延期当中。好，请放下。那我有条件的通过。也许我们会稍微再更保守一点，比如说你外县市的人要来搭乘，你可能要拿你的打过疫苗的证明，来预约。13就要未解封，虽然要看无热气球，不过各地民众已经开始想要出门佚佗啊。也若中央嘛有开放餐厅会当伫咧内底食，不二个目前全国敢若有花莲是依次开放会当伫咧餐厅内底食物件。不过台东县大部分的餐厅也是唔敢开放，因为价房欠货，加上管制措施真恶做甲中央的规定，规期也是请人客包登去食。都可以啊，跟着走啊。隔板箱很难订，像包厢的部分啊，这样是真的是很难维持到一个安全的那个防疫距离啦。连未都要未解封，不过东部的民众也是真烦恼，讲面对疫情相关的风险，也有未注到疫苗，若是济游客入来到东部佚佗，那造成防疫空棚，伊唔知要安怎才好。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疫，新竹县尖石乡甲五峰乡公所拢表示讲，司马库斯等等的3个景点也是会封到7月2日。自5月进入3级警戒，尖石以及五峰乡各地出入口设有管制点，一般游客拢袂使上山。
虽然中央宣布13开始开放部分措施，不过尖石观光方决定向内的观光景点同款无对外开放。当然是零确诊啊，2、3周啊以上啊再开放比较好。替居民想，当然我们不反对，可是有没有替我们商家考量一下？另外，露营区的部分嘛，鼓励业者休困，若是业者要恢复营业，人流管制等等的防疫措施一定要遵守。虽然大家都想赚钱哦，但是我们所有的决策，我们都认为，人民的所有生命安全一定高于一切决策以及所有的权利。部落居多都是还是保持说能够继续来做一个3级警戒的一个措施。3级警戒渐渐放令，因为休困别2个月无营业的业者，则着传好咧等。不过，公所也是提醒，一定要做好防疫相关的规定。记者赵君豪，新潮报道。中央的疫苗意愿登记系统，昨第9类就超过200万人来做登记。不过，高风险慢性病对象要注疫苗，都要有过去1档的病院诊断证明。都有民众表示，规定根本就啥拢无。为着加速注疫苗的速度，指挥中心开放第9类甲第10类的人会当先线顶登记意愿，其中第9类涵盖范围较宽，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等等慢性病患者。毋过大箍人若要下资格，毋但爱有医生主诊断是肥胖症，也爱有去年1月份到今年5月份因为大箍去看病的记录。有民众是讲相关规定根本无了解。你不晓得这件事？不晓得。看政府啊，我们做不了什么决定。以健保局的所署长佮所讲的吼，你伫主诊断内底有放伫即个慢性病部分来讲，全国即马算起来差不多167万人。第2诊断以后算起来，总共会到300几万。医生表示，即马主诊断有慢性病大约167万人，内底有肥胖症的并无多。毋过，若主诊断的记录毋是上新的，或者是患者拢无相关看病的记录，安尼就有可能去互闹交。第9类这个行之有年呐，说要特别的修订哈，你每一个的修订也都争议很多。那现在疫苗的争议已经很多了，那既然行之有年，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赶快来做，好，免得在这里面变动太多。针对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疾病种类的范围，甲流感疫苗注射的范围拢相像。外界质疑敢有真正下民众的需求，恐惊有争议。中央是强调，即马就是爱赶紧做，避免伤侪变动。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刷落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牵手西港做阵行。